来关心有一个39岁姓简的查甫人，因为杀人未遂，被判刑确定，被控抓去关进前，伫这个月19，伊是对病院逃走出去。警方伫昨昏有公布伊逃亡的路线，有看到伊坐客运对家人坐到台北市的南京东路3明路口落车。警方即马呼吁民众，总讲有看到爱赶紧通报。 画面内面一个查甫人摕2罐凉的，对其他的人客边仔行过，伊就是19对家人某咪病院逃走，涉犯杀人未遂的姓简的查甫人。伊讲伫家人西宁路的超商，伊伫遐偷摕凉的了后，就随个人讲。他所在的医疗机构离开了以后是步行啊，那么沿着我们基隆的相关的路径啊，他应该是搭了某一线的公车。 这个中正路往这个滨海啊，那我们还是同步的扩大来搜寻。家人警方公布姓简的查甫人逃亡的路线，伊对基金一路行到安一路，了搁经过22路、21路，才坐大众运输往北斗子瑞丰方向迄边去。但对上新的画面会当看到，伊伫中途落车，搁改坐客运。19迄天，伊就伫台北的南京东路和3明路口落车。 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至台北市下车，皆以徒步或沿骑楼躲避监视器行进，且任意穿越道路，随意搭乘公车后又下车，无逻辑反复绕行，增加监视器调阅困难。很抱歉，截至目前为止，仍然没有办法能够寻获这个嫌犯。 这个姓简的查甫人是伫去年1月的时阵，伫台北的网架对后壁一直对民众，佮摕酒罐共攻击，好佳在是互路边的人甲压制。法院是考虑到伊有司法失调判3年，而且伫这片进程是安排伊伫家人一间精神病院监护5年，但说趁19休困时间浪讲，甲打找无人。因为有长效的针剂药物的治疗。 所以他的相关的精神症状得到一个稳定的控制，跟他在过去犯案的时候那样子的精神状态是有相当大的差异。监护处分的个案管理、个案离开的时间，跟他通报警察机关的时间，也是另外一个有疑虑的部分。 卫生局指出，目前这个查甫人病情是真稳定，无使用暴力的情形，民众唔免伤惊。上司嘛要求病院要针对这案来说明，若有不当也是违反精神卫生法，会检讨病院的责任。嘛提醒民众，若是有发现敢若是这个查甫人的行踪，要随和警察联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